看到台湾一年四季拢有无同的花季，互人看甲心凉鼻透开。若是真好看相，嘛会当摕来做料理，会当用来炒、用来煮汤，佫会当拌青菜高酱，真好看嘛真好食嘛真健康。到底倒一款的花会当食，倒一款袂当食？中医师嘛有无同的解说。 台湾一年四季拢有各种的花蕊咧开，互人看甲真清爽。有的花毋但通看，还佫通上菜刀，成做真好食的菜料。看是要用炒的煮汤，也是做这个凉拌的沙拉，或者是摕来泡茶拢会用哩。亲像这个金针花，嘛会使来炖排骨，也是炒肉时啊，真正是养生佫着滋味。金针花的铁质几乎是菠菜的20倍，在中医来讲，它也有这个忘忧草嘛，疏肝理气的效果之外，记忆方面。 也有帮助。伫下晡茶的时间，有真侪人会泡一锅茶来啉，亲像这个玫瑰花，就会当去忧郁、解心闷，还佫有活血止痛的效果。若菊花花就较凉性，会当清肝火、固目睭，泡茶还佫会当安打这个毒素的脾气。或者是讲现代的人常常安尼用目睭过度，目睭煞会红、会肿、会涩。 嘛，真适合来啉。桂花呢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脾胃，所以有些人他容易胀气啦，或者是说容易食欲不振。洛神花啊，可以清热啦、解毒啦，让我们的肝的那个代谢比较好一点，所以基本上对我们大便小便，它也有帮助这个排便的效果。伫中国的饮食文化内底，用花来入菜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。花的食材会使讲是营养分悬，还佫有养生的效果。趁今年的热天的花季。 大家若有闲，会当家己来做一寡这着滋味佮应时的花餐料理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休困一个广告了后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唔免开大笔钱，就会当食到澎湃海产。